同学，你在干嘛？没有了，我是想要自己爬得更高，想要看得更远。同学，我看你是音响班的吗？对啊，那你知道我们离机跟音响班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吗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对，团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叫我的兄弟们来帮你填。上。有比较高吗？有哎，可是好像可以再高一点。那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更高更稳，什么叫人多力量大，走。